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看国民党甲中国国台办伫同一时间分别宣布讲，已经9档无办的国共论坛，2月初2到初4要伫中国北京举办。这届是以智库交流的形式来办。国民党的副主席萧玉婷是表示讲，双方有未讲到政治议题的共识，敢有机会甲中共的高层来见面，也是讨论第日文甲习近平见面。国民党是无甲话讲死。民进党是搁再呼吁国民党，若要证明讲无用党军国来换国共论坛，就莫搁党国防特别条例咯。咱9年，人讲是国共论坛，搁一届重新启动，这届定调是智库交流的形式。国民党甲中国国台办同一个时间宣布，2月2号到4号，与我们李董事长、李副董事长，还有40几位的专家学者，到中国大陆北京，出席由双方智库举办的两岸交流合作前瞻论坛。经国共两党有关方面协商，国共两党智库论坛将于2月3日在北京举办。双方拢强调论坛会甲重点放伫观光旅游、产业合作、环境永续发展3大主题，有未讲政治议题共识来降低敏感性。不过萧玉婷讲，原底有学者希望做伙去，不过去相关单位关心了后临时取消。有大学的系主任确实也受到了相关单位的打压而无法前往，我们感到很遗憾，因为我们去不是为了政治，我们是为了台湾老百姓的民生跟这个关切的议题。有风声讲头一暗，国台办主任宋涛就会办到迎接，敢有机会见到中国国较高层的人，也阁有这届交流，敢是为着电视会来铺路。萧玉婷话是讲了真保守，不过阁一届背回党军国换国共论坛的讲法。中国国民党要跟大陆交流，需要门票吗？我们双方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坚持9二共识，反对台独，对岸的重要人士的互动，我们还是持续累积互信，以及进行深度交流。那至于郑主席访问中国大陆的事情，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讯息。看到国民党大动作的、气急败坏的，想要去澄清，没有所谓政协会的门票，没有用党军购来换取国共论坛等等说法，那最好的行动就是不要党军购啊！民进党立委批评讲，国共论坛举行的时阵，国防特别条例要持续伫立法院卡关，真恶化解外界的疑虑，呼吁国民党唔通为着个人或者是政党的利益，牺牲国家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审查中选会委员的提名的名单，注意防提名人尤英良是强调讲，若伊会当通过人事同意权的任命，会来辞掉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甲董事的职务。另外，针对无在籍投票的看法，尤英良嘛表示讲，若年底9合一地方选举实施无在籍投票，这恐惊会是灾难。那对公民投票开始分阶段来试办，累积经验会是较好的做法。立法院内政司法甲法制委员会2月联席会议审查，行政院函送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名单，被提名人7人列席备询。秉持着函纳各党推荐、横跨朝野背景、兼具理论实务以及中央地方经验，我们就相关的领域遴选了7位被提名人。立委也关心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良，过去长期从事政治评论甲民意调查，未来若出任主委，安怎确保假设分制甲行政中立？通过中选会主委的人事同意权，我将辞去台湾民意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也辞去董事。好。针对不在籍投票议题，尤英良表示，若立法院通过不在籍投票，中选会会依法行政全力做。要毋过，若伫9合一地方选举实施不在籍投票，就现阶段来讲，肯定是一场灾难。为公民投票开始分阶段实行，一步一步累积经验是较好的做法。不在籍投票立刻就要实施，在2026的这一次9合1地方选举，那是几乎所有的人。包括22个这个地方的选举委员会，也就是各县市、6都，都齐以为不可，应该要分阶段，然后实施之后能够获得社会的信心。我支持公投绑大选，而且也没有不支持的空间。如何防范重演2018边开票边投票？ 2018年是一个噩梦，
而且这个噩梦的形成有一些条件支持。尤英良阁一代表示支持公投北大选的立场，阁表示2018年混乱的形成，甲多项条件有关系。因为当年有10项公投伫中选会公告了后，只有1个月位就要投票，造成整体选务特殊大乱。经过调查几年来共同体制，已经修法将公投公告到投票的期间为1个月延长做3个月，这是一项重要的制度调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动保法修正草案，早起又搁再伫立法院审查。有动保团体是针对禁止饲游动狗仔、猫仔等修法的内容来表示抗议，因认为讲这款修法会造成游动动物的问题是愈严重。也毋过，毛团体是有无共款的意见。农业部长陈俊贵是望讲，会当先有共识，才搁来修立法。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开会进前，几下个动保团体组成的成员，伫群县路头前也摆下抗议，表达禁止饲愈禁愈害。因为部分民进党立委提出的动保法修正条文，那里禁止饲流浪的猫仔、狗仔，甲饲的人看作是饲主等规定。反对的动保团体表示，会互问题更加严重。街道是看不到流浪狗的，可是你一旦不喂，他们就往市区跑，制造很多的人权冲突。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立这种法的啦，那没有人抓结招，他很会生，好，那生这么多，你怎么办？另外一方面，支持饲主爱护去责任的野保团体代表是举行记者会大声喊：动保不是口号，责任不当缺席。结合保育协会指出，流浪的猫仔、狗仔正做照护拉力等保育动物的重大威胁。为野生动物喷走的行动联盟认为，反对修法的动保团体讲法并不是事实。合法诱捕或结扎，其实主管机关也是可以去许可做这件事情，所以并没有像是外界所述说完全禁止，然后完全没办法抓扎这样的状态。我们也呼吁这部分人士不要再去传播这样不实的谣言。早起经委会达调审查动保法修正草案，会前农业部长陈水贵接受访问进前表示，爱宣导禁止饲，也不过认为无共识的条文，无应该冒定立法。要求了，这些执行的人都要去宣导，禁止喂养这件事情，所以我想禁止喂养在还没有达到共识之前，不宜贸然的立法。为了将爱流浪狗出现也是发生冲突的区域，农业部开发调查工区垦种地图 App 部长陈俊贵表示，希望透过甲民众、公民科学家汇报，收集一手的资料，那会当做详细调查，将爱攻击人也是野生动物的热点，都会当更较有效的来防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中丰原一间两鸡场传出鸡仔大量异常死亡，台中市农业局昨去采样检验，嘛来进行移动管制，将对3公里范围内的农场大消毒。检验的结果确定讲，这鸡仔是喂着禽流感，会全部拢杀掉，嘛防止疫情搁继续传出去，嘛继续来追踪鸡卵的流向。听讲有大量的鸡仔死亡，市会人员来到台中丰原这个两鸡场，要了解状况。记得真的给我看一下吧。转过去，另外一面。市鸡场的态度拖刷，台中丰原这两鸡场死大约1000多只的鸡，互附近的居民真紧张。市府日早接到民众的检举，日去动保处去了解，并且采集检体了后送检，也对这个市鸡场进行移动管制。市府表示，已经完成这个市鸡场4比半径3公里内的家禽场消毒，检验结果确认鸡仔是禽流感的阳性。它有一个呼吸道的疾病哈，就是它有一个窘迫的一个状况哈。那我们的动保处人员现场看到，大概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症状出现。那所有的工作人员、人车要进行管制哈。那第3个呢，对于它这个流出的这个蛋哈，那我们要进行追踪、下架以及销毁。这个已经证实这个机场是感染的禽流感，所以所有的机制必须进行扑杀。陆秀元表示，证实是禽流感了后，除了对这个市鸡场严格管控，已经送出去的鸡卵会追踪，并且回收甲伊毁掉，也会加强全台中其他171个市鸡场的防查甲防疫，确保疫情袂拖开。台中市市鸡协会表示，有可能是管控出现空胖。应该是管理的问题尔啦。哎呀，这个空中往来鸡检拢会意外啦，怎么去防堵它？就是把自己生物安全做好些尔。台中市市鸡协会表示，目前也未接到这个两鸡场通报无正常的死亡，会进一步了解。市府也表示，若确认业者家己把死亡的鸡仔带起来，无即时通报，会按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罚5万到100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来看宜兰一间农场姓王的头家哦，伊亲像不满员工离职，换去竞争对手农场上班，用空吸机甲参倒的农药对空中弹到对方的园区，害死养乐多等动物。检方嘛以违反动保法、有刑法的毁损罪来起诉一个头家，嘛因为伊犯案了后拢无后悔，检方是向法院请求判伊重刑。农场中面出现一只空中猎猎机，宜兰东山乡一间动物展演农场，员工发现有异状，因为园内真侪动物熊熊青公司，对空中猎猎机找到王姓犯嫌。你是咧创啥啦？安怎？安怎啦？我已经报警了。你在报警，我无安怎，你嘛咧奇怪。员工发现王嫌涉嫌操作空中猎猎机到园区内，将掺有剧毒的农药无削粒空投进园区内，将猪猪山羊、梅花鹿、甲羊驼共3只动物偷死，随来报案。业者回忆受害动物是獒甜、马可红。我们一直都把我们的动物当成我们自己，就像我们自己的家宠一样，他们就是我们的心肝宝贝啦。此案发生在2023年6月，检警接到报案，介入调查。涉案王嫌疑似是不满前员工生活透露，才利用空中猎猎机来偷渡报复。不过王嫌否认，辩称操作空中猎猎机只是为着要了解对方有啥物建设会当模仿。不过死亡动物经过代代兽医专业学院解剖检验，发现体内拢有土福熊等等的农药成分，加上手机对话记录甲监视器的画面，证据是实在。被告先后3次投毒，造成多只动物死亡。本件依违反动物保护法以及刑法毁损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专案检方侦结以违反动物保护法甲刑法毁损罪嫌起诉，因为王兰无悔意，向法院请求加重量刑。若王嫌即马阁新开动物展演农场，目前展演许可证阁伫申请当中。县政府农业处表示，王嫌因为涉犯动保法，依法不得再以其名义申请展演许可证。县政府会严格审理，避免有虐待动物的代志发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哦，昨暗伫林武赛车超速，佮驶到对向的车道，警察要砸车哦，伊煞驶互警察了，甚至佮想要驶车弄警察。警察是对汽车咧那开15枪，也毋过嘛是互这台车走去。第5检前后，这嫌犯互警方抓到。伊是讲，因为伊无系安全带，所以才会落跑。也毋过嘛是妨以公共危险罪来上班。开枪！在哪里？后面。民众驶车挡红灯，听到庆声，惊甲嫌伊破打，原来是警察开枪要砸车。这台黑色轿车原底是驶伫仁武的下海路，因为驶去对面车道，互警察发现砸落来，驾驶刷油门打落随浪港，一路走来到三明区的台中1路，互车灯挡掉咧。看到远景约过来，佮想要驶车弄远景看办事唔对，才开枪阻挡。旁边那检查没闪就白了。当着远景对黑色轿车开15枪，也是互人选去，加在无人员受伤。专案小组远景透暝伫嫌犯睡厝的所在抓着人。警方表示，这名45岁姓李的查甫人有毒品前科，初步排除食毒食酒驶车，车顶嘛无找到违禁物。不只个嫌犯一路违规个拒检，驶车要弄警察，会按照相关罪名移送侦办。依刑法公共危险、妨碍公务及毁损罪嫌移送侦办，另针对涉及多项交通违规，撤单举发。警方表示，姓李的查甫人讲，因为家己无下安全带，才会遭互远警约，所造成危险驾驶、驶电导向、红灯正罚等6项交通违规。除了爱食75000块红单以外，驾照嘛爱吊扣6个月。记者柯家祖、用高雄场报道。5号旅行社受到海客攻击，人客各自外楼。有海客伫网络论坛铺文公开人客护照等个资哦，正受到外界关心。旅行社已经发声明回释咧，表示讲嘛已经报案，已经嘛通报交通保管公司等主管机关，嘛强调讲会全力来配合侦办。旅行社是强调讲，公司的治安监控系统伫第一时间就有启动应变，发现讲有旅客各自外楼状况是真严重，随着报案通报主管机关。旅行社嘛强调讲，旅客信用卡甲金流拢有加密，也是讲透过第三方支付来处理，所以这部分的安全是无问题。嘛已经主动通知受害旅客提供专线，互人客会当来咨询。再来看财政部今仔日立法院将对统一发票相关的业务来做报告。部长曾翠芬是表示讲，统一发票得奖的奖金等预算是有增加，所以嘛规划讲要来增加分段发票得奖的纪律。
嘛呼吁民众有真侪利用发票得奖的诈骗，爱民众爱填信用卡等资料，所以呼吁民众得千万唔通哄骗。有关民众的统一发票得奖运气，今年有机会加码增加得奖几率。因为财政部长曾翠云28早起到立院进行专题报告，那以115年度全国营业税收入预算案6570亿2600万块的3%，编列197亿1078万块，其中用伫统一发票得奖奖金、兑领手续费甲兑奖相关行政费用，今年会比去年增加26亿8510万块，会优先规划伫前开分段发票的奖项。以后如果有超征税收，应该在下年度补列入预算金额，可以吗？在预算法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编列？可能还要经过预算法主管机关再来重新看看能不能这样。今年的分段发票毋但有关得奖的几率，伫节能减碳的方面，114年度分段发票开63.31亿张，使用率64.55%，比113年度的59.65%提升4.9%。另外，伫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的下载使用人次已经有743万多人，其中利用网络通路兑奖比率，去年比113年度增加6.53%。不过，有立委关注电子发票的推广成效，敢若阁有城乡差距。店家增购的这一些设备，有没有办法我们去鼓励他？我们其实也有一些鼓励的一些措施哈，然后我们希望，尤其是有一些商家可以使用云端发票，那我们都鼓励，然后国税局也会下乡去做辅导。强调要加强电子发票推广，不过最近有民众敢若收到以电商平台名义的电子邮件，假做是得奖统一发票，要求民众点电价进行载具绑定验证，佮输入信用卡资讯。财政部提醒，这是诈骗信息。分段发票若得奖，未要求得奖民众输入信用卡号验证身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彰中道高雄凤山国中附近的路口，有一个行动无介方便的民众要过车路，因为动作较慢哦，佮要特别红灯路。一个骑脚踏车经过同学发现，就随停车去陪豆豆仔行到分隔岛。有民众甲过程翕落来，放伫网络顶头。这个同学是真受到人的讹了。学校嘛讲，这个同学平常时就真热心，学校买来表扬。车顶秒数剩10几秒，准备过路的新众朋友也未到过路线中的分隔岛，高中生江同学骑车发现，以脚踏车互新众朋友做伙行，一直到分隔岛遐。他常常要过马路买东西啊，只是因为他好像都用爬的，他没有在坐轮椅啊，这样比较危险啊。小朋友会帮他开路啊。江同学做公德的影片，互经过的车记录落来，网友将影片分享伫社群，引起讨论。还有人写批且好好表扬这个同学的善行。他就叫我先不要管他，然后先回去吃饭，对啊。然后我就是对，后来就是还是有就是等他过完马路，然后我再。热心的江同学今年国3，输当时是中昼，寒假辅导结束要回去厝里，行过这个大路口的时，发现这个新众朋友，引起网络讨论，嘛，互必须的伊讲有淡薄仔紧张。不管我们是在课程，或者是在我们的大朝会的宣导，以及老师们的分享，我觉得还是。都会在学校的生活里面都是有感染到的。学校表示，校内长期推测重视社会情绪学习的校定课程，希望囡仔同理他人，拍开感官感受思考为爱的需求。江同学的善行体现教育的成果，28由校长颁奖真鼓励，转校一批的时嘛会再次公开表扬。公司新闻王柔伫考证准高雄报道。中台交通事故家属佮代表组成的交通事故受害者权益推动小组，早起是伫立法院头前来呼吁政府应该爱重视13档拢无调整过的强制险的给付标准哦。伊嘛呼吁讲应该爱建立违规，就提悬保费的制度。几啊件重大交通事故的家属伫立法院头前手提标语发声，强制险给付的标准已经13年无调整，呼吁政府都要重视。希望甲赔偿的上限压悬到500万，互受害的家庭会当通过日。200万的额度已经完全落后于当前的物价水准。那很多家庭因为交通事故来失去了经济支柱后，他仍然会陷入了繁复的官司当中。
台湾每一年差不多有3000个交通事故的受难者，背后嘛代表3000个破碎的家庭。家属支持讲，政府每一年坐交通的罚款，却无摕来强化保障受害的家庭，致使受害者摕到的赔偿真少，刑责轻，赔偿无济，这危险的驾驶根本就罚唔惊。让这些受害者家属可以呢，不需要像我们这样子经过2、3年的诉讼。结果所拿到的意外赔偿金微乎其微，而肇事者抹视不管，他只是被判刑1年的有期徒刑，还可以缓刑。2024年，东海查某大学生公车命案的委任律师刘建志指出，目前强制险的保费甲违规的行为脱钩是制度的空棚。目前强制险加费，敢若白定食酒赛车。其他重大违规若无出代志，就唔免加纳钱。呼吁建立违规都要加纳钱的制度，让高风险的驾驶付出真正的代价。在违规的认定上，也不要只限于酒驾、闯红灯、超速，甚至于很多违规，我们是不是都可以纳入我们强制险保费提升的这个范畴？家属强调讲，无希望亲人的离开，敢若正做一条社会新闻。所以来，因会拜会立法院国党团，希望会当让制度有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英国首相施凯尼今仔去中国访问，这是2018年以来头一届英国首相去中国。公司的国际记者询问英国的外交部，若讲讨论到台湾议题，会安怎来回应？英国是强调讲，对台的立场无变，嘛无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对工党政府来讲，中国是支持37万个英国就业机会，相比目前总额超过1000亿英镑的第4大贸易伙伴，为中正国内经济，史卡即摆会带金融、汽车甲能源产业大公司斗阵去，聚焦经贸合作。英国在去进前大动作批准国内因为国安政绩无继续中国超级大使馆限，互外界解读是送互北京破冰代理。China has and will continue to pose threats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But following detailed consideration of all possible risks around this new embassy by expert officials across government, I am assured that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is protected. 感觉英国是毋是去修战略底线？那中国伫会谈内底讲到台湾议题，英国会安怎应对？英国外交部用书面回答公司的提问，表示一贯的立场支持两岸伫回补的威胁、甲协议之下和平对话，无支持单方面改变现状。这场破冰之路对反向派高度质疑，是毋是正做人权换金权？因为中英关系过去8年来伤痕累累，为北京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国会间谍案，到干涉核数自由。这礼拜英国媒体个也出中国海客入侵当年嘅官员嘅手机甲网络，让史卡蒂访问中国进行面临真大压力。施凯此行还有一个关键的变数是英国的务实路线可能会惹怒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川普。而施凯尔在行前也强调，他不会在美中2强之间做选择。但英国有不做选择的空间吗？而且这场外交豪赌是否能够换回对等的实质红利，仍有待观察。以上是公视国际记者苗芳在英国伦敦的采访报道。再来看欧盟甲印度昨宣布讲要提减澳洲出口的关税，将近97%，会当来省40亿欧元的关税。印度表示讲，欧盟提供免关税，会当让印度国内基础设施赶紧升级，佮创造几啊100万的就业机会。双方会同意降关税，佮开放市场，主要目的是要降低对美国佮中国依赖。纺织业的机器直直纺，钢铁业的动力机械用炉喷灰烟甲烟雾，山上宝石、珠宝、皮这产品的产业也准备好啊。印度甲欧盟27宣布达成历史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印度的总理莫迪表示，对印度来讲，这项协定会当振兴国内的经济产业。Particularly textile उद्योग की बात करें तो कम से कम 5 से लेकर 10% का अगले 5-7 साल में एडवांटेज जो बिलियंस ऑफ डॉलर्स में फायदा。欧盟也表示，这个协定和欧盟对印度的出口透过减少买97%的贸易商品关税，和澳洲省40亿欧元的关税，按算到2032年，和欧盟对印度的出口加倍。We need to replace the problems in trade that we have with the US. India is an important market. It's 1.4 billion inhabitants.
it may be an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source for rare earth and other raw materials. 这项协定和印度甲欧盟讲是历史上上伟大的协定，影响大约20亿人口，会当加强各人的经济实力，对抵抗全球两大经济体美国甲中国的挑战有帮助。And we are sending a strong signal to the world in a time where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actured and fractious. At this time, India and Europe are choosing dialogue,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欧盟已经是印度上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货币贸易有1423亿美金，占南亚国家总贸易11.5%。原来印度是欧盟第9大的贸易伙伴。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常常用关税正做谈判手段，也是动作处罚，有真侪袂当预测的代志甲威胁感，互印度甲欧盟20年无进展的贸易谈判加速完成。这背后是更较大的地缘政治意义，也向川普表达讲，全球的强权开始合作自保，加以对抗。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因社群媒体的问题，全球拢真关心哦。美国加州的洛杉矶法院本地拜二要开庭来审理一件指控 TikTok、YouTube 甲 Instagram 的社群平台影响青少年的诉讼。也毋过伫开庭之前 ，TikTok 甲原告和解了。另外，澳洲实施青少年社群的禁令嘛已经过半月了，效果如何？各界拢真关心。青少年使用社群平台就调撇，一个19岁加州少女指控社群平台利用人会食条的演算法，致使伊为未成年时期就着条，引起忧闷甲轻生的想法。伊对社群平台提起诉讼，指控社群媒体公司透过调岗的设计甲选择，互囡仔搁较会调伫平台来增加因的利润。就伫陪审团遴选迄天 ，TikTok 甲 Snapchat 前后宣布甲原告达成和解。Settlements, don't necessarily indicate guilt or any of those sorts of things, but it does certainly show that TikTok does not want this type of information to come out at trial and for them to be judged on the merits of the case. It might also indicate, on the flip side of that coin, to be fair, that the plaintiffs realize there are some arguments to be had on the side of the tech companies that might ultimately prevail as a legal matter. 专家分析，业者唔愿互内部运作的细节伫法庭上公开，想要透过和解避免这场可能影响经济的法律战。伫这件备受关注的案件中，各存旗下包括 IG 甲面册母公司 Meta， 佮 YouTube 的母公司 Alphabet 需要继续应诉。镜头转到澳洲，当地实施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的法令已经1个半月，虽网资料显示有数百万的口罩因为安尼来关掉，不过有真侪青少年坦白讲，只要透过简单的换相片或者是使用 VPN， 就会当闪过年会验证。The first day it was released, I was sent a doc which explained how to get past it. There's no real point really, because I just find more workarounds. Because kids are smarter. 专家烦恼，这种你贵我嫌落的状况，可能有囡仔转向监管较松的平台，颠倒增加网络使用的风险。心理学教授指出，目前佫需要佫较侪时间来观察，才会当知影禁令的实际效果。I would say there are a host of studies out there. Most of them are, their first touch point are 6 months. So I would encourage, other countries and policymakers and constituents really enthusiastic about this idea to wait on the data. TikTok 选择和解 ，Meta 甲 Google 犹原面临严峻的司法检验。澳洲禁令虽网有宣示的效果，却真恶阻挡青少年破解。为法定公防到立法管制，全球政府当用尽手段，试图伫演算法当中的时代，为下一代起真正有效的数位防火墙。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过来的消息，过来看半导体测试大厂晶圆电子传出讲有员工做内测，偷摕公司的电脑板出去卖。晶圆电子是表示讲，目前损失物件已经讨倒来8成了，是袂影响到公司的营运。专案嘛已经交予司法去调查了。1987年成立的晶圆电子是国内重要的半导体测试大厂。长期为客户提供半导体测试相关的服务，主要的厂区之一就伫咧苗栗竹南，是国内半导体供应链的运作关键。不过最近所逼出内测偷摕设备的事件，引起外界关注。晶圆电子不仅拥有丰富的软硬体研发实力，具备独立开发测试设备以及各种先进制程的能力，也积极以专案配合客户新产品导入量产。
传出是内部工程师涉嫌偷摕测试 IC 电路板了后去转卖趁钱。有媒体报道，公司损失大约1亿2千万。因若公司主动去发现到测试电路板的登录系统数据出现问题，遂启动内部的专案调查，才抓到这件窃盗案，而且伫咧第一时间报案，专案也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本案目前侦查中，基于侦查不公开原则，能做的说明就只能到这边为止。金源电子对外文字声明，虽然无写到详细损失的金额，不过强调目前互人偷摕去的物件，拢已经成功入倒来超过8成，而且表示这案是单一员工违法的行为，敢若牵涉到实体硬体配件，无任何客户的测试数据、技术机密或者是个资漏失的情形。针对公司整体营运嘛无影响，未来会加强盘点的机制，严防这款的事件搁再发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透早7点外，屏东慢慢有一台大型货车载怪手搁有山鸟要去工地，也毋过伫细挖的时候，怪手敢若是无固定好势，规台怪手就出落来，当场去撞死一个骑奥多摆要去上班的民众。怪手倒伫路边，一台奥多摆伫边仔咪咪冒冒，有民众缀伫怪手下骹，伤势严重。今仔早起7点外上班时间，慢慢的信民路有一台大台车载山鸟仔含怪手要去工地，结果要转弯的时，敢若车速伤紧，阁无甲车固定好势，规台怪手直接对大台车车顶落落来，拄好缀到一名骑机车上班的民众。有没有压到人我不知道，我就刚好看到他翻下来。然后我就想说，惨了一堆骑摩托车上班族刚好经过，不晓得有没有压到人这样子。想到怪兽想到来变落。我的时阵脱离吧。脱离啊？有放吗？有啊。有放过脱离啊？可能我原哪有无？嘿。你要讲位啊？转弯就对啊。哦，你晒哈？唔是。有缀着人吗？有。人安怎？上北呢。骑奥多摆的是姓孙，43岁查甫人，伊当场就失去意识，送营总龙泉病院急救，最后不幸死亡。大台车的驾驶姓刘，警方初步判断是因为怪手无绑好势，才会落落来。也若驾驶无酒精反应，警察甲人带倒来派出所做笔录，厘清事故的原因。经警方到场了解，为大货车行经弯道时，后车上搭载怪手不稳掉落，与对向机车发生碰撞。导致机车驾驶伤重。登去事故现场，怪手已经吊起来，不过玻璃破一空，机车后底甲碎糊糊。附近民众表示，因为信民路是要去延山公路的主要道路，出入袂少车有载大型机具，经过这拢要注意车速，避免发生交通意外。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南投民间要去焚化炉的争议，阁继续在炭烧。县政府1月30日要开第2阶段的环评会议。今仔早起，环保团体甲农民是开记者会，继续抗议。除了讲烦恼污染空气甲水源，伊嘛指出讲环境说明书是无清无楚，呼吁南投县政府应该先暂停会议。南投民间真侪所在拢进过节，因为起焚化炉的代志，引起当地农民甲环团不安。南投县府打算30日开焚化炉第2阶段的环评会议。拜三立委甲环团开记者会，讲这件代志争议真济，呼吁停止会议，嘛爱有2条对外的车路，而且起焚化炉嘛会污染空气和地下水源。虽然它是次要道路，但是至少要有4米宽，所以完全没有取得地主或者是机关的同意函。那主要道路也没有取得4合分属的这个同意函。在地农民表示，伊做的农地去年3月份，互国财局停止因的契约，讲要甲土地拨予南投县政府起焚化炉。不过，这个过程拢无经过协调沟通，国财局是回应讲会依法来审查。若是无照规定行，会过来讨论要安怎处理。2025年的时候，3月28号，国有财产局片面终止了租约，说土地拨给南投县政府盖焚化炉，事先也没有经过我们的协调，的确是应该要依照不用计划的一个使用，那也包含了后续如果是要做这个非都市土地的使用编定啦，好，那个变更编定或者是环境影响评估，或是开发许可啊等等，在法规上必须要践行的一些程序的话，那也应该由这个环保局它会继续去执行，本权责依规定来办理。
立委、环团和民间团体拢希望南投县政府会当先停止要起焚化炉的计划，听民间的心声来做调整，再搁继续做，才是上好的。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桃园南门公有市场去年11月初5到货最近嘛已经整修完成了，大商嘛开始做生意，市场附近的环境改善嘛已经完工了，咱做回来看卖。市场买气真旺，人客也拢转来啊。桃园市桃园区南门公有零售市场，去年11月初5暗发生大火，市场的大店头复原工程已经全部完成点交，有42个大店头陆续拢在营业。生意好吗？生意好啊，今天有比较差啦，啊，6日那2天，昨天也很好啦，它改好了，很干净了，很满意的。改建之后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现在路那些都比较宽，大家走路那些购物都会比较方便然后灯光也比较明亮。重新做了之后真的好很多，而且动线跟干净度都差很多，真的很棒很棒。有干净的客人会进来，对，还是有差。多几层？多几层，大概1层多吧。台商俄罗市场复原规划真赞，整体市容加使用品质拢有明显改善。经发局表示，公布完成市场4个位环境改善工程，包括中规道路标线、动线，兼顾行人通行安全，也提升排水沟效能，降低积水风险，佮加设电火设备，强化照明功能等。我们新增了19摊的摊位，让原本在文化街、南昌西街和南昌中街的摊贩能够进入到南门市场这个大家庭。另外，伫涂骹下禁止设档，除了强化公有摊区广线的安全系数，外摊区也会一步一步整顿。也不过，考虑外围摊商安置需求，市府也增加19个临时摊位，采取公开抽签，有计31进前完成签约加搬迁作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县政府烦恼一寡家境较歹的学生囡仔，血管、三顿会有问题所以提供幸福中昼顿的餐券。学生是当去便利商店，还是去便当店来买物件食？计共有4000外学生受惠。为准备中昼便当，自营伫花莲市区的便当店透早就开始准备。为配合县府伫休寒休热期间，互学区学生做便当已经几啊年，根本无咧计较成本是不是超出80块。我们这样是还可以，大概平均一天会有多少位来拿？20-20个，有20-20个，因为物价一直在涨，还是会有压力。还可以啦，还可以，就自己吸收一点这样。花莲县发现服务习惯是为110年休热开始，发予中低收入户，或者是老师评估出来的是经济弱势各种小学生，应用款到学区内底有配合的便利商店，或者是便当店换便当。寒假期间，由于学校的厨房是停止供应的，那在寒假我们有服务将近有4000名的学生的这个补助措施。另外，价格部分我们已经调整到随着这个物价的调整，那我们调整到80元的部分。啊，不过80块的50块是不是用吃饱？也有部分学生去便利商店买，不是正顿是40块，拢引起关注。其实，在一般的便当店，大概一个便当都已经100元以上了。那到底孩子真正的能够吃得好或吃得饱吗？那如果这些孩子在寒假期间拿着这个50券去便利商店兑换了饮料、零食，而不是真正的有营养的食物，那教育处应该要怎么样来稽核？县府教育处是回应，便当超出80块的部分，其实大部分店头拢是家己吸收。去便利商店买细小的问题，会佮甲业者协调，优先看到提悬的学生爱买正顿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新的人专车的服务已经服务过3万外的人了。台北市政府今仔是宣布讲，对3月初3开始 ，Uber 嘛开始会当来提供这项服务。有新的妇女出门坐车要爬悬爬落，大身大命真无方便。台北市政府对2023年开始推动好运专车，补助每一个有新的市民，通有8000块的坐车金。市府表示，到达已经服务超过3万的有心人。平常其实就是我现在最近出门，其实基本上都打 Uber， 因为就是如果挤来挤去，然后大家没注意到的时候，就会比较危险。
台北市政府宣布，好运专车要扩大服务，对3月初3开始，除了台湾大车队、大都会车队等等，即马好运专车阁要和 Uber 合作，希望透过多元车队的选择，提升派车的效率。针对7岁以下囡仔 ，Uber 也提供移动安全座椅的服务。Uber 的加入，让我们的服务量能、服务的车辆数呈翻倍的成长，从原本的15000多台提升到34000多。 让所有孕妈咪有儿童安全座椅的车辆选项。台北市政府指出，目前 Uber 服务的范围是营运的16个县市，满足有心人需要跨县市的需求。伫产检到生检了后的6个月，拢会当使用。市府讲3月初3这天，近200名叫 Uber 有心妇人，拢会当摕到1000块的坐车金，希望鼓励民众加使用。记者台选林秀凯台北报道。 中华红湾草湖南段的轮卡寮，2021年挖到一寡古早的灰野、蛤蟆壳甲螺仔壳。去年底成功大海考古研究所申请来进行考古的调查，初步研究嘛发现讲，这应该是700-800年前到17世纪二林巴布赛原住民住的砖头。 学生仔伫探坑内底用土啊、铝啊各种工具，要甲大地土骹底古文物挖出来。成功大学的考古研究所团队伫中华红湾轮卡寮，除了发现蛤蟆壳、螺仔壳这8种，嘛发现那像是古早时代原住民家己烧有拍印文的草灰，甲来自龙泉窑的灰野。这一块的区域，它主要是以 贝类的堆积为主，那这地方可能是一个贝种这样子，牡蛎啊，或是我们一般常见这种田螺。这种陶片它其实很脆弱，那通常轻轻一碰或是一压到它就会很破碎。发现有遗物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去拉一个距离，尽量这样把它保存下来。成功大学表示，中华红湾轮卡寮遗址甲洞口遗址，过去是因为道路混化工程，捌做过考古刺骨调查的评估计划。这边因搁再申请考古调查，主要是要研究这个遗址 历史文化发展，初步研判这笪遗址大概是700-800年前到17世纪当地二林巴布萨原住民相关的聚落。我咧种菜吼，下底螺仔壳吼会甲抬掉。我可是较早这过补的啊。据阮这个了解，这个年代到700-800年前，一直到差不多17世纪左右，từ迄当阵的记录，这大概是二林镇这个所在的巴布扎族的二林社相关的聚落。成功大学表示，这届考古计划打算2月13结束，接落来会甲出土的文物搁提起分析记录，希望透过物质文化来理解古早社会的文化发展、经济行为甲社会制度，成做后日仔地方推动文化历史的参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台南的奇美美术馆甲英国大英博物馆合作，推出咱台湾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埃及文物的展览幕，包括50来法老时代280件正珍贵的收藏，互台湾的民众我们出国买当来看到上千档的古埃及文物。 今年这尊赛提记是王权坐像，是大英博物馆保存上完整的法老雕像之一。王冠顶的圣蛇向天守护，设伫咧衣腰的牛角尾代表王权甲力量。奇美博物馆头届参大英博物馆合作，设台湾历史上上大场的法老文物特展，一捆头顶280件的宝藏，对珠宝陪葬品、石雕、原木到文书配件，拢看会到，涵盖56个法老时代，见证3000年的古埃及历史。以往可能比较聚焦在一些墓葬文化，那我们这一次的展览的主轴是以法老这个王权视角来诠释这一次的展出。展场规划7大单元，用灯光、布置文化甲音乐来打造古埃及的气氛。来参观的亲像甲法老的一生拢了解啊，对法老是安怎互人当作是神派来的人，伫神庙做大祭司，到王后、王子、公主的生活状况，去看到大规模的行政体系安怎统治国家，到上尾伊人死去要安怎互伊永生的单元，互观众会当知影古埃及人是安怎伫伊在生就开始为死去的世界做准备。Well, at the British Museum, we're really trying to focus more on people and getting people's voice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come forward. So when we developed this exhibition, we wanted to look at the strength of our collection, which really highlighted the pharaoh himself or herself, and get a chance to understand who the person was behind the double crown.
展览对1月29开始，不过早着真侪人咧注意，10万张的新买票早着互抢了啊！官方按算，逐工参观的人会当有3000个。台因博物馆团队讲，对1953年创馆以来，一直想要甲世界本本的资产参达的分享。那基比博物馆嘛，希望透过展览，一咧欣赏古代文明的时阵，麦当思考权力、信用，甲咱即卖即个现代社会连结。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真侪病人发现肝癌的时候，拢已经是尾期咯。台北荣总甲阳明交大的研究团队研究肝癌病人甲胃肠菌的代谢物，发现讲大便内底醋酸的浓度愈悬，病人癌症的治疗效果是愈好哦。所以未来会当用来预测病人免疫治疗效果。再来嘛来研究讲安怎来改善胃肠的菌，来提升治疗的效果。目前尾期肝癌的免疫治疗，和肿瘤缩小也是消失的反应率，敢若大约3成。台北荣总甲阳明交大的研究团队对肠、肝毒探讨肠仔的菌甲伊的代谢体是安怎影响肝癌。团队2021年到2024年接受77位病毒性肝炎肝癌的患者，25位代谢异常、脂肪肝炎肝癌的患者，分析检体发现无共成因的肝癌，肠仔好菌无共，不过都产生相共的关键代谢物乙酸。乙酸事实上就是我们常说的醋酸，那这个醋酸它的细菌能够代谢产生比较高的醋酸，它就能够让这个免疫反应能够提升。团队发现乙酸高度高的中华期明显延长2倍以上，会当食做看病因的通用预测因子。各地全球的学者拢拍拼找生物性的指标，帮助体检适合免疫治疗的患者。乙酸的高度会是一个好的生物性的指标。一开始是不是就适合做这个免疫治疗？那或者是他开始治疗免疫治疗，他的乙酸的浓度太低，我们是不是改善？比如说借由一些益生菌或后生元的方式，然后去让它的乙酸提高，那就有机会让我们的治疗疗效更好。那希望到最后，即便我们的肝癌是从 BC 肝炎就是转变成脂肪肝，那这些病人虽然说状况不一样，都还是可以有同样加惠的效果。黄以翔教授指出，晒的乙酸会当食做非亲密性的生物标记，用来提选适合免疫治疗的患者。未来也通透过补益生菌，也是细菌代谢了后产生好的代谢物，来改变免疫治疗的抗药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人自出世就是平等的，这是美国独立宣言上出名的一句话。有出版社甲独立宣言翻做台语文，望讲社会大众会当透过台语来了解生存权、平等权甲追求自由，一寡普世价值。我有一个梦，人自出世就是平等的，这个道理，阮相信是不证自明的。我所仰望的是这个国家会使爬搁较悬的。安尼有一天才对得起咱国家的这个信条。翻译者魏晋和甲美国平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文朴素演说，我有一个梦翻转台语文。原文当中就引用到美国独立宣言。魏晋和嘛甲转台文翻译2本册同齐出版，也拢是影响全球民主发展真重要的政治思想。魏晋和伫新竹出世，伫加拿大留学，有10年翻译的经验。虽然厝内讲台语，不过正式学台语文是自2020年才开始的。台语啊、拉丁语我拢咧学，就是学过真侪语言了后，我才发觉就是讲，是安怎我会晓遮尔侪语言，煞家己土地顶悬语言我煞袂晓讲，我就想要甲伊学起来安尼。郭晋和透过甲阿母和外妈开讲，嘛去看早期的8点档，才甲台语喙字填转来。伊希望透过翻译的专业，莫去互台语受人吞达。会出版《我有一个梦》和独立宣言台文版，出版社表示希望透过台文翻译，嘛通互读者了解台语是一个独立，而且是通承载人民自觉、反抗暴政、甲追求自由这寡复杂思想的语言。台湾的册有囡仔册，文学的嘛足侪，也毋过较无亲像这两本册较思想的册出版。我伫足久。以前就有咧想讲，应该爱有。出版社表示，未来这2本册有打算会搁做有声版。今年台湾经典思想的系列翻译，嘛打算搁出版外国经典体合著作《论自由》甲《何为启明》台文版。因希望互大众了解，台语毋但是表达工具，嘛是思想的语言。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最近有立委伫会议讲台语，说服美讲那毋讲华语。
新地一个车轮店的头家用刻意翕影片素人去这间车轮店留一粒册的负评，原因就是因为伊讲刻意。虽然这个头家是真伤心哦，也毋过伊嘛强调讲无语是无应该互人翕相，所以会继续讲刻意来翕影片来推杀无语。一句客家话，教你怎么讲客家话。阿姨，你是山下族人？对。那香肠你会讲吗？对，唔会。燕葱。燕葱哦，我本来讲香葱。趣味的客语对话，民众看到嘛感觉新鲜。新竹这间经营超过30年历史的车轮行，头家本身是客人，发现客语在生活中愈来愈罕得听到，所以就讲客语翕做影片放在网络顶，反应袂歹。不过最近却发现，咧网络评论，有人写到一星的负面评论，原因竟然是讲客语。你说我的技术不够好，再来说我的服务不够亲切，这都我可以虚心接受。但是你不要讲我讲客家话嘛。我觉得他只是用不同的风格去呈现出客家，让年轻人会觉得客家话没有那么难，可以生活化。头家讲，家家店就开在客家族群较济的社区，平常时厝边隔壁乱用客语开讲交流，这就是因的生活习惯。头家嘛表示，希望大家拢会当尊重无共地区的文化，讲母语无应该互人翕相。其实网络上一些酸言酸语，我都能够虚心的接受。但是你针对我们客家话这个东西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是有点难过，然后不舒服。对，我觉得我们客家人不应该这样子被歧视啊。讲客家话得到1星负评，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呢，它是多元的社会，客家话呢已经是国家语言之一哦，所以我知道大家要互相的包容、互相的理解、互相的了解、互相的尊重。头家讲未来继续用家己的方式，把母语留伫生活内，互更加侪人知影讲母语无应该受到任何的差别对待，嘛袂当互母语伫日常中就安尼点点拍无去。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奥地利有一只牛，伊是真巧，伊知影讲会当用手机加扫帚来培养，咱做伙来看卖。刚人类摕互伊的长辈女啊，奥地利这只作为洛尼卡的母牛，竟然会晓摕伊来甲脚车边培养，而且伊阁会晓另外应用，用这机的另外一边伸去巴肚下骹来培养。这有够巧的举动，连专门研究动物行为专家嘛出一个。So she was using this as a multi-purpose tool, and this is impressive because the only solid example that we know of a multi-purpose tool in nature comes from chimpanzees of Congo. Those chimpanzees that use 2 different tools to fish for termites. 研究人员表示讲，包括乌猩猩、乌鸦和象等等，是目前已经知影会晓使用工具的动物。牛并无伫这个名单内，但是经过10年的观察，即马对牛的看法真正是要规个改变啊。Veronica has been using tools for 9 years. She started using tools as an innovation, her own discovery, by picking up branches, fallen branches of trees and scratching herself with them. But during these 9 years, she has developed this fantastic technique. She has improved a lot in her tool use. 研究人员讲，维洛尼卡无经过任何训练，对社会开始，伊就知影安怎用手机来培养，后壁摕扫帚也是拄啊，互伊嘛拢同款会晓摕来用，发展出更加复杂的培养的技巧。这个案例嘛，互科学家对牛智商无悬的看法是完全改变。即马全球有15亿只牛这么多，因会持续观察牛的发展潜力。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8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华东地区上低11度，上悬1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